中意睇我嘅頻道又或者我嘅影片嘅話咧，記得訂閱同埋撳翻個鐘仔啦。有能力而又想識我嘅話，可以透過 FPS、PayMe、PayPal 經濟上支持一下我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MF01，我係 Anakin。繼上次介紹完呢一支又大又重嘅 APO Planner 之後咧，今次咧就要介紹更大更重嘅 APO Distagon。咁呢支鏡頭嘅全名咧就係 Carl Zeiss 嘅 Otus 系列 APO Distagon 28mm f1.4 ZF.2 嘅版本。咁佢係2016年推出嘅。鏡片方面咧，採用16片13組嘅 APO Distagon 設計，入邊咧有2片嘅非球面鏡片嘅。鏡頭嘅成像圈咧，擁有同其他 Otus 系列鏡頭一樣，都係43mm 嘅超大成像圈，光圈由1.4去到16。Filter thread 咧採用一個極大嘅 filter size 95mm， 咁而最近對焦距離可以做到0.3米，簡直就係半支嘅微距鏡頭。計埋呢支鏡嘅本身長度嘅話咧，個被攝物係可以接近貼住遮光罩咁近，都可以影到，非常之誇張。咁而對於一支廣角鏡頭嚟講咧，呢支鏡頭120度嘅對焦行程咧，可以話係非常之闊嘅。咁呢支鏡頭咧，亦都提供一個75度對角線嘅視覺。鏡頭嘅遮光罩係專用嘅蓮花型金屬遮光罩。咁而重量啦，嚟到1350 gram， 可以話係份量非常之重磅嘅一支28mm廣角鏡頭。咁其實廣角鏡咧要做到 APO 級數嘅大光圈鏡頭咧，一直都係物理學上邊嘅一個難題嚟嘅。Carl Zeiss 呢個品牌咧，其實過百年嚟咧都係一直追求去做到一啲極致嘅畫質表現啦。Otus 嘅28mm 喺佢推出之前咧，其實大家都一直喺度估緊，究竟 APO Distagon 嘅呢一個廣角端會由邊一個焦距勝任呢？由於 Zeiss 真係有好多喺廣角端好出色嘅鏡頭設計，例如 Distagon 入邊有15、18、21、25、28、35，又或者有超薄嘅 Hologon 設計都有15同埋16mm，而極短嘅鏡後距設計 Biogon 亦都有21mm嘅擔當。喺咁多個鏡頭選擇之下咧，當年嘅我咧就其實好希望 Zeiss 係會將 APO Distagon 呢個位置咧做俾21又或者25mm嘅。咁而去到而家逆向思考翻呢件事咧，如果 Zeiss 揀得28mm 做 APO Distagon 嘅 Otus 鏡頭，代表喺物理學上 Zeiss 已經盡咗佢哋嘅能力，發現咗28mm 係最適合做到又有 APO 級數，又有大光圈，而且各項數值都非常之頂級嘅一支廣角鏡頭。當然啦，我自己咧係好希望佢可以有更加 wide angle 嘅選擇。咁而如果做到 Zeiss 好 legendary 嘅21mm 又或者18mm 嘅話咧，就更加不得了啦。咁但係當然啦，18同埋21呢兩個焦距咧喺 Zeiss 嚟講咧，都係未試過做得非常之大光圈嘅。所以28呢個焦距咧做到1.4嘅 APO 級數咧係非常之 surprising 之餘咧，亦都可以話係 I see it coming already。而因為28mm 咧曾經喺 Contax 嘅年代咧做過異光圈嘅一個大光圈嘅表現。咁當然啦，呢支 Otus 同嗰支 Contax 嘅28mm f2 Distagon 咧係冇直接嘅關係嘅，兩支鏡頭嘅鏡片設計咧係非常之唔同嘅。如果話相同嘅話咧，只可以話大家都係用咗 Distagon 嘅鏡片設計嘅啫。Otus 嘅畫質表現咧，毋庸置疑咧係頂級中嘅頂級嚟嘅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亦都可以睇翻我之前介紹呢一支 APO Planner 嘅85mm 嗰條 review 嘅片啦。咁但係講翻呢支鏡頭先啦，佢嘅解像力啦、對比度、色彩還原、色散控制、發色、銳利度，通通咧都係頂級中嘅頂級。而且鏡頭嘅 character 咧樸實無華，唔會話有好強勁嘅 lens character 會 override 咗以上各種嘅特色嘅。咁而作為喺市場上各樣數值都屬於巔峰嘅呢一支28mm 1.4嚟講咧，佢算唔算係一支完美嘅鏡頭咧？咁就由我同大家講下幾點，我覺得呢支鏡頭擁有嘅少少缺陷。首先啦，就係呢支鏡頭嘅暗角啦，非常之明顯嘅。不論你有冇用到遮光罩啦，喺全開光圈之下咧，嗰個暗角嘅光差咧同中心點比咧係差
差唔多有接近3個 EV 咁多嘅一個差別嘅。即使你將光圈收到最佳光圈 F4 嘅話咧，其實暗角嘅表現咧都依然存在，只不過係改善咗少少嘅啫。佢係要配合到用翻 Lightroom 入邊嘅 Lens Profile，先至可以更加有效地將呢一個暗角嘅問題咧改善到嘅。咁既然買得一支 APO 級數嘅鏡頭啦，色散呢一樣嘢咧，基本上咧係唔容許發生嘅。呢支鏡頭亦都不例外，喺絕大部分正常使用嘅情況之下咧，係冇任何色散出現到嘅。只有喺非常非常極端嘅情況之下，又或者大家轉接咗落去 GFX 嘅相機上邊啦，佢就會有機會出現咗少少輕微嘅色散，而呢啲色散咧都可以喺後期入邊去執到嘅。關於點解係 GFX 嘅相機會有紫邊啊、綠邊啊呢啲色散出現咧？我自己嘅個人意見咧就認為係 GFX 嘅 sensor 前邊嘅嗰塊 filter 咧，令到某啲顏色咧喺嗰塊 filter 嘅干預之下咧，形成咗少少嘅色散嘅。但係咪好嚴重咧？就見仁見智啦。咁而由於呢支鏡頭嘅景深極淺啦，而且再加埋一個非常之長嘅對焦行程，令到喺對焦上邊咧係非常之容易有 out focus 嘅情況出現。對比起呢支 APO Planner，呢支28mm 居然係更加容易會唔小心 out focus 嘅。如果大家同我一樣揸住一部單反嘅相機嘅話咧，假如好似我呢部冇一個烈像對焦屏嘅一部 Nikon F mount 菲林相機咧，係好難好精準咁樣 focus 到嘅。有時部機話俾你聽已經中咗 focus， 但係咧實質影出嚟並冇嘅，所以就要大家留意翻。如果你係想用 Otis 嘅鏡頭喺 Nikon 嘅菲林相機嘅話咧 ，make sure 你一定要有一部機身入邊有烈像對焦屏，咁呢個對焦嘅成功率咧就會大大提升啦。最後啦就係暗角嘅問題啦。本身呢支鏡頭喺用遮光罩冇裝 filter 嘅情況之下，已經有暗角嘅問題。呢一點咧就會令到好多中意影風景嘅攝影愛好者，又或者呢支鏡頭嘅用家咧卻步啊，因為95mm嘅 filter size 咧的確係比較貴，而且係比較少鏡片嘅選擇嘅。咁假如我要去投資買一啲大 size 嘅 filter 影唔同嘅風景相嘅話咧，的確會令我卻步嘅，因為我已經要使咁大嚿錢買呢一啲大 size 嘅 filter 翻嚟，你同我講話影出嚟仲會有暗角，成件事大打折扣。呢一樣嘢咧，亦都係我覺得會令人對呢支鏡頭抱有少少不滿嘅位置，就係點解做到咁樣嘅級數鏡頭嗰個暗角會咁明顯？如果我用一啲厚少少嘅 filter 喺前邊，假如係 CPL 又或者係 CPL 加 ND 嘅話咧，咁暗角會唔會變做黑角咧？咁今次呢條片咧就暫時嚟到呢度啦。唔知呢支 Otis 嘅 APO Distagon 係唔係你心目中嘅完美 28mm 1.4咧？留言同我傾下啦。如果有啲咩心得、意見、想法，歡迎喺下邊留言。又或者你心目中覺得有其他更加好嘅 28mm 1.4選擇，都可以喺下邊同大家一齊分享下嘅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